友記，大家今日好嗎？話咁快就到咗2026年，大家最關心蟹，肯定係荷包入面嗰幾獎金牛同埋政府嗰份心意啦。今日我要同大家講一個天大楷好消息，如果你或者你屋企蟹老人家又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、中元或者係俗稱生果金蟹高齡津貼，咁你就真係要坐定定聽清楚啦，因為喺2026年，政府好大機會又再派糖，即係大家最期待蟹雙糧啊！你冇聽錯，係出雙糧，即係發放多1個月蟹津貼。大家可能會問，究竟今年派幾多？幾時先到手？如果我而家先嚟申請，仲趕唔趕得切攞到呢份額外蟹錢呢？今日呢條片，我會用最簡單、最入屋蟹方式，逐啲幫大家拆解2026年呢套社會福利津貼蟹最先安排，等大家可以攞足政府蟹福利，1毫子都唔好邪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下咩叫做雙糧。其實呢份所謂蟹雙糧，官方名稱叫做發放額外津貼。每逢預算案公布，政府如果覺得財政仲負擔到，就會想辦法減輕基層市民同埋老人界蟹經濟壓力。根據2026年最新蟹消息同埋以往蟹慣例，只要你係領取緊世衛部壯金蟹受助人，包括長者生活津貼、高齡津貼，即係生果金、傷殘津貼，仲有中元，你都有份攞呢份額外蟹糧。大家先記住一個關鍵數字，就係1度。雖然以前試過派3糧甚至更多，但今年政府財政比較審慎，所以2026年暫定係派多1個月。即係話，如果你平時1個月攞開4000幾蚊蟹長者生活津貼，嗰個月你就會一次過見到有8000幾蚊入落你個戶口。我哋先嚟逐個數下，究竟2026年唔同類別蟹津貼可以攞到幾多錢？首先講下，最多老人家攞緊蟹長者生活津貼，喺2026年經過通脹調整之後，單人每月蟹金額大約係4195蚊左右。如果落實派雙糧，咁你喺嗰個月就會額外收到多4195蚊，總共就係8390蚊。呢筆錢對於老人家嚟講真係好好使，無論係想飲多2餐茶，定係買啲補品補下身，都係一份好大蟹支持。再嚟講下生果金，即係高齡津貼。喺2026年，凡係年滿70歲或以上喺香港居民，如果冇攞緊長者生活津貼或者中元，就可以攞呢份生果金。而家蟹金額大約係每月1620蚊左右。如果派雙糧，咁嗰個月就會有3240蚊入賬。雖然錢唔算好多，但勝在唔使資產審查，係政府對老人家蟹一份尊重同心意。所以如果你今年啱啱好70歲，就記得一定要去申請啦。至於中元方面，情況就稍為複雜少少。中元蟹雙糧係指發放多1個月蟹標準金額。咩叫標準金額呢？即係唔計嗰啲租金津貼、水費補貼或者特別津貼，只係計最基本嗰份生活費。例如一個65歲以上蟹單身長者中元受助人，佢蟹標準金額大約係4000幾蚊，派雙糧就會額外多一份呢個數。如果係一家大細攞中元蟹，每位成員都會根據佢哋相應蟹標準金額攞到額外1個月蟹津貼。所以如果你全家有幾口子都係受助人，加加埋埋嗰個月蟹收入都會幾轉關。仲有傷殘津貼，無論係普通傷殘定係高額傷殘，喺2026年同樣有雙糧派。普通傷殘津貼大約係2000幾蚊，雙糧就係4000幾。高額傷殘津貼就更加多，大約係4000幾蚊，雙糧加埋就接近9000蚊。呢啲錢對於需要長期護理或者購買醫療耗材蟹朋友嚟講，真係及時雨。咁大家最關心蟹問題嚟啦，幾時先派發呢？根據以往2025年、2024年蟹經驗，政府通常會喺2月份公布財政預算案，然後交俾立法會審批。一般嚟講，立法會都要開幾次會，辯論下、投票下，大約會喺4月或者5月正式通過。一旦撥款通過咗，社會福利署就需要大約1個月蟹時間去處理電腦系統，將呢啲錢轉賬入大家蟹戶口。所以預計2026年蟹雙糧最快會喺6月中或者7月初發放。大家到時記得去銀行打駁，或者睇下部自動櫃員機，留意下有冇多咗一筆錢。通常呢筆錢會係分開2條數入蟹，一條係你平時攞開嗰份月費，另一條就係嗰份額外蟹津貼。咁樣大家就清清楚楚，唔經計錯數。咁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問，我而家仲未申請蟹，仲趕唔趕得切攞到2026年呢份雙糧下？呢個問題問得好，答案係絕對趕得切，但係一定要派手。通常政府規定，如果你想攞到呢份額外津貼，你必須喺預算案通過嗰一日，依然係嗰個津貼蟹受助人，或者你蟹申請仲喺處理當中，而且最後獲批，
如果你而家啱啱好65歲，想申請長者生活津貼，你要留意反資產限額。喺2026年，單身人士喺資產上限大約係39萬幾，而夫婦就係59萬幾。只要你喺資產包括現金、股票、保險套現價值、金條同埋非自住物業等唔超過呢個數，而你喺月入又符合要求，你就應該盡快去社會福利署交表申請長者生活津貼。喺手續其實唔複雜，你可以去各區喺社會福利署辦事處攞表，或者喺網上下載，填好表之後，連同你喺身份證副本、銀行戶口首頁副本同埋資產證明寄返去或者親手交去就得。點解我話要盡快呢？因為社署處理一個新申請通常要2到3個月時間，如果你今日申請，大約到5、6月就批到。只要你喺撥款通過嗰日已經符合資格，你唔單止可以攞到由申請嗰日開始計返喺追溯金額，連嗰份雙糧你都有份能取㗎。所以千祈唔好等，唔好諗住聽日先啦，因為每一日都係錢，特別係如果你啱啱好踏入65歲或者70歲呢啲關口，更加要即刻行動。講到申請，我要提醒大家幾點香港人好容易忽略太細緻。首先係居港要求，無論你係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定係生果金，你喺申請前喺嗰1年一定要喺香港住滿305日。如果你喺過去1年經常返大陸探親或者去外國探仔女，住唔夠日子，咁呢個申請就有機會被拒絕，或者要等住夠日子先可以再報。不過如果你係因為病要去內地醫治，或者因為公事出差，咁就可以向社署解釋，佢哋會酌情處理。另外，大家經常問一個問題，我有層自住物業會唔會計入資產㗎？呢點大家可以放心，無論係申請中原以外喺邊種長者津貼，你自住嗰層樓係唔夠入資產喺，就算你層樓價值1000萬，只要你係自己住，唔係租俾人，佢就唔會影響你攞長者生活津貼。不過如果你有第2層樓收租，或者有間空置喺屋仔，咁嗰層樓喺價值就會計入資產入面。所以老友記問，如果你淨係得1層自住樓同埋幾十萬現金喺手，你完全係符合資格去申請長者生活津貼金。仲有一樣嘢要留意，就係2026年喺廣東計劃同埋福建計劃。好多香港老人家而家都中意返大灣區退休，住得大啲舒服啲。政府其實好體貼，如果你搬咗去廣東省或者附近肯定居，你依然可以申請長者生活津貼或者生果金，而且同樣有雙糧牌，手續同喺香港申請差唔多。你可以委託親友代辦，或者透過社署喺指定機構喺當地辦理。2026年喺安排會更加方便，好多程序都已經電子化，所以大家唔使擔心返咗內地就冇得攞。我喺度再幫大家計多一次條數，等大家有個概念。假設你同老伴2個人都係65歲以上，一齊申請長者生活津貼，2026年2個人每個月加埋可以攞到大約8390蚊。到咗派雙糧嗰個月，你哋個戶口會突然間多咗8390蚊，總共就係16780蚊。呢筆錢夠唔夠你去一轉短線旅行，或者同成家人去食餐好海？所以呢份福利真係要爭取，係大家年輕時為香港打拼、交稅、貢獻社會應得喺回報。喺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心得話，有啲老人家覺得攞政府錢好醜怪，或者覺得我仲有少少錢唔想煩。其實呢啲福利係世衛保障制度下一部分，係為咗確保每一位老人家喺晚年都能夠有尊嚴地生活。2026年嘅香港，生活成本越嚟越高，電費、水費、交通費樣樣都加，有一份穩定喺政府津貼，對於穩定心理狀態同埋生活質素係好有幫助係。而且申請過程其實係對自己資產係一個整理，清楚自己仲有幾多錢，亦都係一種負責任喺表現。如果你身邊有啲老友記，佢哋平時唔係好睇新聞，或者唔識上網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將呢份資訊分享俾佢哋聽，話俾佢哋知，喂，2026年政府又有雙糧派啦，如果你仲未去辦手續，快啲去社署問下啦。有時老人家需要係唔止係嗰幾千蚊，而係一份關懷同埋資訊喺傳遞。至於中原受助人，我想特別提一提，雖然雙糧好重要，但大家亦都要留意，2026年可能會有喺其他補助，例如下肢喺電力補貼，或者係一啲針對單親家庭、殘疾人士喺特別撥款。中原制度係香港喺最後一道安全網。如果你因為失業、生病或者家庭變故而陷入經濟困境，唔好覺得難為情。2026年嘅中原審查已經相對人性化咗好多，可以幫你渡過難關。最後，我想再強調一次時間表，2026年2月預算案出爐，
4月至5月撥款通過，6月至7月雙糧入帳，而家係4月份，正係最關鍵啟時刻。如果你仲未申請，或者你喺家人符合年齡，但仲猶豫緊，請你即刻行動。你可以先打電話去社會福利署喺熱線電話，號碼係234322，問清楚你需要準備啲乜嘢文件，或者你可以直接去你屋企附近喺長者鄰舍中心，嗰度喺社工非常專業，佢哋會手把手教你點樣填表，甚至可以幫你影印文件，非常方便。記住，2026年呢份雙糧係政府俾大家下一份禮物。唔理你係攞緊長生珍、生果金定係中元，呢份額外海錢都係屬於你係。大家要保持心情愉快、身體健康，咁先可以長做長有，享受呢啲福利。希望大家聽完我今日喺分享，可以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點樣去領取呢份2026年喺雙糧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大家可以隨時去諮詢專業人士或者社署職員。今日我就講到呢度，祝各位老友記身體健康，大大平安，2026年事事順利，我哋下次再見。